有個叫阿勁嘅後生仔，啱啱畢業，得18、19歲，仲未搵到工，所以就先返鄉下。佢阿媽嘅朋友介紹咗份工俾佢，係喺一間大屋做保安，人工有8000泰銖，喺當時嚟講已經係好好。返夜更，主要嘅工作就係看住間屋，唔好俾啲賊入去偷嘢。唯一嘅要求係屋裏邊發生咩事都唔好理。第一晚開始已經有啲怪，每晚巡邏嘅時候，佢都見到2樓有一間房開住燈。佢望上去見到有個男人企喺度食煙，但係望落去好似唔係好友善。不過介紹佢做工嘅阿姨話唔好理咁多，所以佢就繼續行。行到屋後邊廚房嘅附近，突然傳出洗碗嘅聲，仲有一把女人聲話：喂，你係咪新嚟嘅保安啊？但係屋裏面冇燈，佢完全睇唔到有冇人。但係佢以為係屋主，所以就答佢：係啊，我係新嚟㗎，太太你好。之後嗰幾日，每晚都一樣，直到有一晚，個女人再叫住佢：喂，你過嚟啊，我有嘢要你幫我。跟住阿勁就行過去問太太有咩幫到你啊？個女人話：唔好叫我做太太，叫我做 J。阿勁佢冇再多問，只係點頭。之後個女人叫佢去買麵，話係佢未婚夫想食。雖然阿勁都有諗到介紹份工俾佢嘅阿姨話叫佢唔好理任何嘢，但係佢因為驚冇咗份工，所以就照做。買完麵之後，佢行返去原本嘅地方，但係 Miss J 唔喺度，所以佢就嘗試入屋，諗住擺低啲麵。呢次係佢第一次入屋，成間屋都好黑。佢揾到燈掣，但係又開唔到，因為佢係保安，所以隨身都有電筒。於是佢開住個電筒，慢慢咁行，終於揾到餐台嘅位置。行到埋去，佢發現台上面有10幾碗已經發臭嘅麵，陣味好似腐爛咗好耐。嗰一刻，佢開始覺得唔對路。佢放低咗啲麵，就大嗌：Miss J， 我買咗啦，我放咗喺台面啊！跟住佢就即刻返去更亭。之後幾晚，佢決定乜都唔再理。但係有一晚凌晨3點左右，佢聽到屋裏面有嘈交嘅聲，仲有好重嘅嘢跌落地下嘅聲。佢以為有賊，就衝入去，但係道門自己開咗，因為佢擔心 Miss J 嘅安全，所以佢就行咗入去。佢用電筒一路照，去到樓梯嘅附近，見到一個人影。但係當佢用電筒再照，個人只係得半個身。佢當場嚇到轉身即刻走，連工都唔再返。到第2日，佢去問個阿姨，先知道真相。原來屋主個仔幾年前已經死咗，因為佢媽媽太過愛佢，所以一路將屍體保存喺屋內。而佢見到半夜喺窗邊食煙，同埋嗰個得半個身嘅人，其實就係屋主嘅仔。至於 Miss J， 就係佢嘅未婚妻，佢哋2個喺同一宗車禍裏面死亡。但係最恐怖嘅係間屋其實冇一個係活人。